新闻甲咱讲一个这个民生的消息，民生话题。这个民生话题就是房地产。讲到房地产，这个乡亲听了后拢真无奈，因为呢，这个全台湾的厝价一直起，真正买袂起。央行有提出第6波房市这房地产的管制措施，今日正式实施。6都甲新竹县市第2号有限制贷款的上限为本来7成降为6成，因过厝价犹原真悬，厝价一直起，外界纷纷指责讲这是财政部所推出的新青安贷款的政策有问题。针对这点呢，财政部长曾翠云就讲，超过7成的新青安的贷款户数拢无到40岁，也是较无40岁，表示讲这个政策确实有效有帮助。是讲即马这个房地产厝起遮凶，全台湾拢共款，这毋但都市的地区尔，就连永贵被称为癌症村这个桃园这个草立。也就是讲，这个所在呢，厝永贵无人要买，即马买起嘛真旺，这个沿路拢是真侪建商广告招牌。今日去大街小巷出租广告，大家默默是世界轮当看到当地的时间的厝，这是桃园观音区草立住落的树南新村。过去因为靠化工厂粪扫山包围，大家拢真惊这个车。不过随房市事件，如今真做桃园人口新涨前3名，大台北的少年仔随的离开台北，看厝买厝的人是坐米满。这个景象和新青安政策关系是真大。减轻这个首购族群购物的负担。让这个购物族群的年轻族群更愿意有信心的来进入房地产市场。去年8月新推出的新青安房贷，就是为着要让少年仔唔惊买厝，嘛有影响真侪民众来贷款。毕竟优惠贷款的金额提升到1000万，唔是青年，唔是头一摆买厝的条件全部符合。贷款的年限才能到40年，款限期上长5年，后民众会当延迟付款。安尼投资客敢是对当插房地产？后民众是讨论到的七七。从实施新青安贷款以来，我们看到73%是属于40岁以下的曾购屋的一个族群，所以确实达到了协助青年朋友们他在购置自有住宅上面一个资金的一个负担减轻这样的一个目的。财政部讲，影响厝的计数因素真多，袂当直接讲青安贷款就是要互投资客插房地产，所以来而且公股银行开会讨论，做好信用贷款的审核、强化管理和稽查。来防止人头户和贷款后的出租行为，无符合家己大的使用个案，会依法进行调查。目的呢，就是要防杜运用这个新青安贷款，一个不正当的一个作为。厝价标悬，全台湾拢是这一样，要看要如何保政策细节的看房。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